美股每個星期創新高，好多人都好興奮，但係有啲人就好期待佢跌，仲想係股災嗰隻，所以可以大量入貨。究竟美國股市幾時會跌？你點先可以保證今次跌嗰時你唔會又錯過個機會？同埋應該買啲咩呢？呢啲問題我哋要做定準備，因為佢跌嗰時可以跌得好快，冇時間俾你慢慢諗。所以今日條片我就會講長線投資，我哋可以點樣部署嚟緊嘅股災。如果你第一次嚟呢個頻道，阿朱係喺投資銀行做咗10幾年嘅專業投資者。喺呢個 channel 我就會分享對市場同埋投資嘅睇法，同埋用我嘅經驗我嚟分享一啲書本學唔到嘅嘢。如果你對揾錢有興趣嘅話，就訂閱我個頻道啦。有啲人聽到呢個題目，即係點樣為下一個股災準備，佢哋就會想知個市跌嗰時幾錢買咩股票，所以反彈嗰時就可以賺一大筆，就好似疫情嗰時咁。但可惜投資唔係咁樣，冇人有個水晶球，每一個股災都唔同，所以咩嘢股票跌得最多，邊啲板塊反彈得最快，每次都唔同。例如喺08年嘅金融風暴，銀行同埋金融股票就跌得最金，而能源係其中一個反彈得最快嘅板塊。但係喺2020年疫情引致嘅股災，嗰次所有嘢行快10倍，股市喺2個月裏邊已經跌咗30%。佢突然之間跌咗咁多，就導致所有資產都被 margin call， 就算同疫情冇關係、非常安全嘅債券都俾人拋棄，因為當時發生咗個流動性事件，即係全世界嘅投資者俾人斬倉，所以啲人沽得咩就沽咩，去到一個超賣嘅狀態。過咗1個星期後，市場就反彈。而因為疫情改變我哋生活習慣，嗰時升得最快嘅板塊呢，就係同 work from home 有關嘅股票。所以而家問咩嘢股票喺下個股災會反彈得最快係冇意思，因為我哋唔知道幾時係下一個大嘅市場調整，我哋又唔知道會係咩嘢導致，可能會同商業房地產有關，可能同能源危機有關，又可以係打仗、天災或者俾外星人襲擊。每一個原因導致嘅股災，然後跟住政府作出嘅反應，會令到乜嘢板塊反彈得最快唔同。所以喺呢條片，我唔係教大家美股跌嗰時買乜嘢，而係另一個我覺得更加重要嘅題目，就係心態。長線投資背後嘅心態，因為買咩其實你知道㗎。點解上次個市跌嗰時你冇買呢？唔係因為你唔識買，而係因為你唔夠膽買。點解冇買到呢？而家係時候反思一下。如果我哋睇翻美股 S&P 喺最近嗰4年有3次跌多過1成嘅調整。第一次係20年疫情嗰時，市場就喺2個月跌咗30%。點解嗰時你冇買呢？係咪因為你驚有個新嘅病毒出咗嚟，搞到個個要戴口罩，又唔出得街？當時除咗衝去買廁紙之外，你第二樣諗到要買嘅呢，就係樓，因為你記得喺上一次嘅疫情，即係03年嘅 SARS。嗰時樓價跌得好犀利，亦都係跟住嗰20年最好嘅買入機會。有啲人就因為喺03年買咗樓，所以發達，所以你就係咁睇住樓市，但就冇睇美股。點知香港嘅樓冇跌，但係美股就跌咗好多。不過你都冇買，因為你驚。跟住下一次調整就係2年後，由21年尾跌到落22年嘅夏天，喺呢9個月 S&P 跌咗1/4。點解嗰時你又冇入貨呢？係咪因為擔心會有經濟衰退，令到美股再跌深啲？定係你貪心，記得上次股災跌咗30%，再之前嗰次呢就跌咗50%，而今次淨係調整咗1/4，所以你就想等佢跌深啲先買。但係點知跟住就反彈。再下一次調整就去到23年，由8月至到10月，當時因為市場擔心息率會維持高啲同埋耐啲，就導致股市跌咗1成。點解嗰時又冇買呢？係咪因為由22年嘅低位去到23年嗰一刻，個市場反彈咗3成，所以而家跌翻10%，你覺得唔夠，又係想去低啲，等一個黑天鵝事件發生，要去跌3-4成啦，先至買。但係點知又冇發生，跟住 S&P 就升咗1000點。所以今次真係要諗定，如果佢跌1成嘅話，你會入貨啊，定係等佢再跌多啲？如果等，但係佢唔跌，跟住反彈嘅話，你就會又錯過一個機會。如果等，跟住佢真係再跌，跌到3成啦，好似疫情嗰時咁，你又會唔會夠膽買呢？我而家問你，一定話夠膽買㗎，因為你等咗呢個機會好耐啦嘛。但係當佢發生嗰時，你要諗下，美國股市唔會日干日白跌3成，佢跌得咁多，出邊一定打緊10號風球。你諗翻上次市場跌3成嗰時，我哋講緊喺美國紐約係周街有死屍，
多到佢哋嗰時處理唔到。再做一次股災、金融風暴嗰時，有唔止一間大型嘅國際銀行倒冧，市場擔心成個金融系統會玩完，導致社會混亂，甚至政府被推翻。我哋當時係面對緊人類文明結束嘅可能性。當出面落緊狗屎嗰時，你唔知道聽日會發生咩事，不過你知道個情況好唔掂，包括你份工，但係你仲孭住養家同埋供樓嘅責任。如果依個環境再發生嘅話，你係咪真係夠膽將你有嘅現金我嚟買股票呢？呢啲唔係 trick question 我嚟考你，而係我哋真係要諗定嘅問題。因為如果唔係，下次個市跌嗰時，你又會唔知點做。咁應該跌少少嗰時買，定係等佢股災先買呢？可以點樣答呢個問題？我就會咁諗。首先有幾個 assumption。第一就係我哋而家講緊長線投資，唔係靠技術分析我嚟做 market timing，即係代表我哋唔知道個市場幾時會調整。如果係調整嘅話，佢可以聽日就發生，可以個市場再升多2成，跟住先調整。佢亦都可以唔調整。第二點就係我哋唔知道個調整會幾深，可以係1成，可以2成，可以3成，甚至5成。但係我哋知道細調整係發生得密過大嘅。平均每 1.6 年，美股就會經歷一個10% 嘅調整，每4年就有一個2成嘅調整，而一個30% 嘅 correction 呢，就每9年先有一個。跟住第三點就係我哋講緊係為長線投資打算，即係揸多過10年嘅，而喺呢段時間嗰嚿錢我哋唔會需要用。呢啲就係我嘅 assumptions。有啲人可能會唔同意，佢覺得今年美股一定會跌3成噶啦。如果係咁嘅話，你都唔使繼續睇條片，你咪為你個預測做打算咯。但如果你同意有啲嘢我哋係估唔到嘅，即係個調整幾時嚟同埋佢幾深，咁我哋又可以點做呢？首先諗翻點解上次市場跌嗰時你冇入貨，係咪因為你中意摸底嘅感覺？你想個市場跌到盡，然後你喺最低嗰個位買，令到你有滿足感，覺得自己眼光好好，同埋賺快錢。但係點知佢冇跌咁深，所以就錯過咗個機會。定係佢跌1成嗰時，你擔心佢會跌多2成，所以就唔夠膽買。如果係第一點嘅話，你想做嘅呢係交易而唔係投資。你想 time 個市場嘅話，可以用技術分析。但係今日呢條 YouTube 片我就 focus 落長線投資。如果係第二點，你冇買，因為你驚佢跌咗1成之後佢會再跌多啲，咁你就要諗點解驚呢？你係驚啲咩呢？你係驚之前見過佢跌3成，而今次淨係跌咗1成，所以仲有多啲下降空間。如果係咁嘅話，呢個恐懼永遠都唔會完嘅，因為當佢跌咗3成嗰時，你又會擔心金融風暴嗰時曾經跌過一半，咁跌3成可能再會跌深啲，咁你又唔夠膽買。咁呢個跌10%、30%定50%，呢個只係一個數目字嚟嘅啫。呢個數目字係咪真係咁重要呢？睇完呢條片，希望你就明白唔係。如果你個目的係長線投資，而你相信美國呢個故事嘅話，即係你相信擁有一籃嘅美國藍籌等於擁有美國嘅經濟一部分，所以美國經濟繼續增長嘅話，喺長期咁睇，你嘅資產即係你揸住嗰扎股票，例如 S&P 嘅 ETF 就會增值。你要諗翻投資落股票代表咩？係代表你成為一個股東，佢將來嘅回報一部分係屬於你嘅，所以你嘅 focus 應該係喺將來，而佢跌咗幾多個關係其實唔大，即係佢跌咗1成、跌咗5成定跌咗9成，呢啲係已經發生咗嘅事。你要 focus 嘅係將來，呢一刻買嘅話係咪一個好嘅價錢，我嚟投資落佢嘅將來。幾時值得投資，幾時唔值得投資，就睇你俾幾錢，即係個 valuation 個估值。你越平買嘅話，將來嘅預期回報就會越高。好多研究都有同一樣嘅結論，就係做長線投資嗰時，估值係重要嘅。例如而家 S&P 嘅 forward PE 係22倍，同圖上21年嘅6月差唔多。咁 given 呢一個 PE 率，睇翻歷史以嚟嘅表現，當股市係呢個 valuation 跟住嗰5年嘅平均回報就係每年大概0。咁唔代表每年都係0，佢可以係升3成，跟住跌3成。總之 average 翻係0，呢個就係現時美股嘅 valuation 將來嘅預期回報。如果 PE 裏面下邊嗰個 E 即係個 earnings 唔改變嘅話，而個股市即係個 P 跌，let's say 佢跌1成啦，咁個 PE 率就會由22跌到落20，咁到時嘅預期回報呢，就係一個細嘅正數。有一樣嘢要留意翻呢，
依類型嘅研究係靠之前嗰20幾年嘅歷史我嚟計個關係出嚟。但係20年前嘅經濟同埋股市同而家唔同，而家科技發達咗，所以公司嘅增長速度高咗，變咗佢哋係應該有高啲嘅 PE 率。同時市場結構又唔同咗，而家 S&P 係多咗科技股，所以個 PE by default 會係高過以前。或者簡單啲講，呢個圖嘅預期回報理論上會低過現實1-2%。跟住你就要諗乜嘢預期回報對你 make sense 呢？對有啲人每年6% 就足夠，對另一啲人佢哋冇咁中意風險嘅，可能覺得10% 先至夠，咁就要等估值再平啲先買啦。另一樣嘢要留意嘅呢，當我哋睇估值嗰時，個估值 PE 係價錢除以利潤，所以唔一定個市場跌，估值先會跌。如果公司有增長嘅話，佢哋賺多啲錢，咁下面個 E 增加，個 PE 率就會減少。所以就算個指數唔喐，但係旗下嘅公司賺多1成嘅話，咁個估值就會跌10%。如果你睇翻標普500指數裡面嘅公司，佢哋夾埋嘅 EPS 即係 earnings per share，即係佢哋賺幾多錢啦？喺最近嗰年就賺咗223蚊，呢個數目比10年前差唔多 double 咗。所以美股升唔係淨係因為個市場炒貴咗，而係啲企業真係賺多咗錢。所以就算而家估值貴，佢唔代表市場一定會大跌，因為個市可以跌少少，例如跌1成，但係公司跟住嗰幾年賺多咗錢，賺多咗2成，咁估值已經跌翻3成，由22倍跌翻到16倍，變咗合理好多。講完咁多嘢之後，即係點呢？即係有啲人期待緊嘅黑天鵝事件或者股災唔一定會發生。睇翻歷史以嚟大嘅市場調整，即係3成嗰啲9年先發生一次。不過4年前我哋已經經歷咗一個，咁當然咁唔代表跟住嗰5年我哋冇可能再有一個3成嘅調整。但係假如真係冇嘅話，美股只要靠公司嘅增長，就算 S&P 打橫行，即係唔跌甚至升少少，佢估值都可以跌翻落一個 reasonable 嘅 level。所以而家標普500指數喺5200點，forward PE 就22倍。而家估值貴，但係過咗幾年之後，S&P 可以繼續喺5200點，但係到時個 PE 可以係16倍，咁嗰時估值就會係平。或者簡單啲講，唔用咁多數目字同埋理論，你投資嘅 time frame 越長嘅話，你就越唔需要等一個股災發生先買。你可能等佢跌10幾個 percent 就入貨。係呢一刻，如果淨係價錢跌10幾個 percent 嘅話，咁仲未算執平貨。但係你要 balance 翻佢唔再跌嘅可能性，同埋你長期嘅目標 ，which is 長線投資揸去10年或者20年。你買嗰時未係最底，但係 over time 個價值就會出嚟。咁唔一定每個人都係等10幾個 percent 就買，有啲人 risk averse 啲嘅，可能會等再跌深啲先買。但係就要 balance 翻錯過呢個機會嘅可能性，呢個亦都係一個風險。喺我嘅睇法，呢個風險仲大過如果短期內買貴咗啲，因為即係咁，如果佢跌咗10個 percent 我就買，但係最尾個市場係跌2成先至反彈嘅，咁撈唔撈到底另一回事啦。當我買貴咗1成，呢一個1成係一個10年至到20年嘅 time frame，有幾大影響呢？ versus 如果個市跌嗰時你唔買，但係跟住反彈，你錯過咗個機會。跟住歷史又重複，佢又不斷咁升，一年比一年高，呢一個風險我覺得更加嚴重。而家趁個市場未跌，你就諗定你個目標係咩？乜嘢對你嚟講係 make sense 嘅？呢度冇一個所謂正確嘅答案，每人嘅情況唔同。然後就記住呢個計劃，當個市場真係調整嗰時就執行。呢個就係長線投資嘅計劃。如果你想估個市幾時冧，想做 short，然後跌到底冚貨，再做長倉，呢啲係 trading。今日條片係咁多啦。如果你中意呢啲解釋投資心態同埋思維嘅片，就撳個 like 先走。下次再見。